连我都开始紧张起来了。这对安东还有对陈玉君来说，都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。是啊，今晚的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决定安东未来的发展哦。佢喺醒來嘅球員已停，佢根本人就會加入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艺婷，很开心加入大家。有人气，有人气。我看到有一则讯息，有一个呼虎918说梦到玉君姐跟新来的教练打赌，这场赢15分，怕玉君姐就要离队哎，真的假的？如果有球迷朋友是现在才加入我们的话，让我来为大家说明一下。稍早在知名篮球论坛上出现一篇文章，知情人士表示，这有可能是陈玉君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了。加油！你不能走！安东的大家，拜托你们一定要加油！大家都啲諗要加油，唔錯嘅。教練，請嗰本啊100幾飛。教練拜託。教练拜托。好，既然唔对，我答应爱，你有啥条件？第一，我要罚薪15分以上。主播，那你觉得安东真的能赢15分以上吗？以过往的数据显示，安东对华信的净胜分是-6分呢。第二，迄种输踢也从比赛，唔对，又唔系本陈玉景走。佢就愛有人推佢離開，也就是表示安东对华信已经是输多赢少，而且那还是在零同作战的情况下。同样让我好奇的还有安东新任的教练陈子琪，他一直都是篮坛的争议人物，但是子琪教练确实在韩国职篮带出不错的成绩，所以对他们两个来说，今天都有说不得的理由。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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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！哦，北大，尤其響，講愛做掉乜街，結果留金旗切到田土唔得，睇下安樣真講下。兄弟聽翻半唔掂啫，玉娟，唔考慮，人吃都差唔多咧。一定，唔來。教練，教練。看来子琪教练并不打算再依靠陈玉君了，搞不好他现在这样一做就直接做到退休了。现在我们场上都是小的了，要拼速度、多空切、基本够，莫唔記得，唔就愛太陽罰薪15分。安东现在改打1大4小的阵容，感觉是希望把球的传导速度变快，多增加外线的出手，减少内线单打造成的失误。我们无对点篮球呢，我用的大球。你先手按的啊，无爱用卡比。内线的工作是卡位没错，但是要面篮攻击才会吸引到协防，外围才会有比较好的出手机会。大马精灵徐一婷精准的外线3分入袋。看来辩证真的有起到一定的作用啊！莫老领同通用后吗？内线不能传球，不能帮忙挡人制造机会吗？不要死死的在篮下随球卡位要球。有赏识，唔係唔好做天意，係唔才挑做天意。又是一个3分，安东慢慢把比数追上来了。哇，照这样下去，也许真的有机会可以赢球哦。玉娟，你去策应，
弟弟，教练。唔使啥，阿衰下来。诶，现在子琪教练把手感火烫的许依婷换下场了，难道是有特殊的打算吗？等下玉娟用嚟打，唔丢出田定用嚟打。好，教练，两位老友平均天数。哇，真的是猜不透哎。不过有趣的是，陈玉君又重新回到场上了。陈玉君要加油啊！唔知我用得做？唔知，唔知，很按太上。我跟你讲吼，我就会自己。好啦好啦。安东回到了比赛开始的阵型，球一样交到陈玉君手上。看来还是想要打内线这个点哦，但是我觉得效果应该都差不多啦，除非陈玉君要打得更灵活一点，那或许还有机会。哦，有了，你看这个脚步，一个妙传是一个漂亮的开后门。陈玉君送给蔡乔云漂亮的助攻，感觉陈玉君终于开窍了，现在开窍还不嫌太晚啊。其实他这个打法在 NBA 也是最近才开始流行的，内线球员也可以做到传球策应的工作。这其实跟过往安东比较保守的战术是蛮不一样的。韩国回来的子琪教练看起来是真的有料哦。当你的内线学会传球，再加上有不错的中距离投射能力的话，那对手其实就很难守。安东在陈玉君的带领之下，现在反超4分，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，有机会拿下开启的第1场胜利。我想打不打赌应该没那么重要了吧？老陳玉卷腳只有一場體型，下到很好拿，看起來根本嘅做得贏咧。唔漏到硬嗰一條25分，咁少嘅啊！咩？哇，看来他们真的是想要赢15分呢。看起来是这样没错，但是剩下的秒数不多，除非奇迹发生啊！还有8分。看来安东全队一心，就是要让陈玉君留下来。蔡乔云一个漂亮的超截球到了奶茶手上，安东再添2分，6分。华信似乎也知道观众在鼓噪什么，当然也不打算让安东轻松过关。这个抛投被张文兴扒过，长传给蔡乔云，蔡乔云可以停在3分线外，出手球进，3分命中，只差3分啦！轮到华信发球，安东全场压迫。哇，又是蔡乔云的快手超截，可惜被对手点掉啊！最后一波攻势应该就要结束了。陈玉君飞身救球，不顾一切的把球交还给蔡乔云手中。比赛时间只剩下最后的1秒，蔡乔云出手，球打板弹了一下，球进了！安东这一次是真的创造奇迹了。安东最终大胜15分，陈玉君不用离队，蔡乔云也向大家证明了他那疯狂的得分能力。对，看来安东队今年加入了蔡乔云，还有许依婷，再加上复活的陈玉君，又在子琪教练的带领之下，真的很有机会可以挑战季后赛，甚至可以威胁到海丰的连霸之路哦。
来，大家注意啊！事前哦，恭喜大家今晡日打了一场精彩的比赛，运动吹的半区快赛，拿了听一声太阳发现15分。听一件本人欢喜的事情呢，很欢喜啊！新球员，嘿，一停。 还有哦，来哦！陈耀基，大家，来坐下。 当欢喜药卷呢，还留啲吹风为运动打球。我今年呢，非常期待运动吹杀下来嘅表现。来，我用实力证明，运动吹唔系个本人宽毛嘅球吹咧，因为大洋发心，大洋南龙。 大洋，开放！闭嘴啊！安永贤啦，志奇教练会同大家讲话吗？ 恭喜大家比去年体重拿到第1胜嘞！教练，今晡日大家都完成了教练嘅任务。想问安尼，敢有奖励？ 赢球滚蛋就是球员应该做嘅。哎呦，教练！比赛前这刚没讲过会有奖励啊，大家都是有分鼓励啊。爱讲教练，唔对讲抢，教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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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抢。天公照顺，同样练球。 慢多发一钱。喂，陈耀quyền，張揚一重天天呢？啊，冇看到我同三萬啲行咧哦！加油加油，還有300公尺。冇笑。我講認真嘅，中法吹，唔一聽，阿姨是名單。 韓國大洋韓國大洋歐洲大洋日本，老太家講唔係嘅，清trang嘅球員，阿妹，不管用嘅，永久對人嘅吹油。 两位村，让加油！
俺是谁啊？张杰。阿云，来。同志，加油！加油！大家都加油啊！完了，人潮大了，快点解围，快，外面！快点啦，投啊！做战术给你就是要投，你干嘛看电视啊？手好，快点手快点，动作快！没人守你哎。林涛，你搞什么啊？大空档哎，稳住！来，这里这一帮。釜山通讯离开之前会再办一场正式的比赛。如果你们再打不起来，今年中华队也别玩了。林彤啊，还在晃神啊？老师，对不起。你该懂我为什么一定要找釜山通讯来跟你们练习吧？这一关如果你跨不过，我也帮不了你了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在没有当家球星林彤的带领下，安东打出了5连胜的大高潮。你可能不会相信，安东在去年海事联盟的垫底球队，全季总共也才拿到3胜而已啊！真的，我想林彤怎么样也想不到自己的离开，球队反而打得更好了，甚至是刮起了一阵迎来风。一个2对2的快攻，蔡乔元漂亮的背后给球，陈玉君上篮得分 ，down。好球！可以不要阻碍我看球吗？球迷朋友，如果你现在才打开电视机，请注意这个球员，今年的台湾篮坛蔡乔云将成为闪闪发光的一颗星。我想林彤终于是后继有人了，蔡乔云也有机会来完成他的梦想。大家，我是蔡乔云。大家好，我是蔡乔云。今天很开心可以
见到大家。大家好，能够见到大家。蔡可云，你已经做乜解啦？快快坐等等啦！我讲我讲唔出发。唔係咩？原來鳳呢，講唔出話，橋面行會知道，唔得面上呢。錯啊，也是係唔明，怎樣機會判佢發通呢？唔出出來，本大家看，幾條橋面出歡喜咧啊！係咩？很帥。最喜歡的。我想要這個。哎呦，志聰啊！原來嘅一發條啊，難怪男日見面咧開手，你見到見發條啊？發條當好啊，鬧熱姐姐。係啦，佢用時啊，3000萬，就買了一個戰術中心，應該買收嘅不是冇咧啦哦。你看你們吼，有人來耶，我那就冇遊戲嘅啊！哎，本人大門呢？啊！最后上场的是安东队的奇迹制造机蔡乔宇。掌声好像不够大声哦。今天一样，买1送1哦！今天全部看到的东西，全部8折。说话，开了，先开了。喂。哎，好，不好意思，他好像没有听到你的问题，麻烦你再问一次啊。阿元，你有信心安东能拿到这一次的冠军吗？有，我们大家会一起努力。安东被垫底魔咒缠身了好几年，你来之后直接拿到联盟第2，哎。你有对安东做什么吗？是大家一起努力的，大家一起努力的。你身为队内最小的成员，你都怎么跟姐姐们沟通啊？姐姐们，姐姐，干嘛怕他们？你是用实力说话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拍个照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大家，来。什么都上来了，哇，那面，赶快，啊，看镜头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安东飞鹰，耶！唔係前面一早出場，係唔係油條嘅冇關係啊？唔怕啦，人橋出安呢，一推上下去啊。呢種法吹用歹劍。很做的啦，來看真好笑嘅。是按多錢，硬 Q，唔會講法哦。我插小機啊！講年多煩死嘅。好啦，唔夾去啊！加油啦！我都落運動屋睇你，這篇嘅名單一定要用哦。係啦。
杨导。林彤，被骂就不会投了，是不是？不然你这样定点30个好了，你要投多久啊？我陪你啊。我，追到这个。加油，投进。成这样，凭什么当先发？加盟公司啊！我说，我不懂为什么有人烂成这样还能够选进来啊？不就靠关系吗？你又知道？谁不知道啊？我怎么再讲一次？不就靠关系吗？讲我说错吗？讲啊！靠关系吗？笨死啊！靠关系计较，大声一点啊！靠关系，放开我！大声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讲啊！佩文，我看一下。你先回去休息。谢老师。谢谢教练。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林彤，林彤，发生这种事情，按照规定是要被开除的。你真的不想解释？老师，对不起，今天是我失控了，请让我留下来。你现在还不知道紧张吗？副理事长，我会把林彤从对釜山通讯的先发名单里除名。其他的事，请再多给我一点时间。老师，您都这么说了，那当然没有问题。但是我这边也有件事情要麻烦你。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媒体知道，不然我也难交代。那两位都去休息吧。好。谢谢老师。林彤啊，如果你真的撑不过去的话，就放弃吧。虽然我一直都希望你能撑过去，但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，我真的对你很失望。老
老师，我可以撑下去。今天这件事是我不对，我会去道歉。我不能离开啊！我不能让我妈失望，老师。你回去吧。老师，拜托，拜托，老师，我真的不能离开。我不能让我妈失望，老师。老师，拜托你，拜托老师，我拜托你。都来了，坐，好，坐。老师，我看这次釜山通讯有蛮多国家队的球员加入的，你有什么策略吗？虽然我们的身高不高，但是速度是我们的优势。老师，哎，子琪来啦，坐。陈教练，我请子琪过来帮我分析一下韩国队的战术。很好啊，我想应该没有任何人比他更适合的吧。贴上去，你的速度不比他差。韩共2都不用总统。王雅思，跟李佩文打架。他自松掉哎。你还好吗？换人。老师，现在这个局势，也许林童能派得上用场。要比防守，整个联盟没有人比林童更凶厉。虽然前提是他肯拼上全力。林童，723，热身啊，怀疑哦。同志加油！同志。唔用啥，他担心到的啦。同志唔伫因爱来，我开几分心的啦。加油，同志！
黑豹。 让你了还不逃？只会防守是没办法赢球的。 同志，同志，你点用不来？爱着来饭夜，选三款同志比赛，好好人好事。同志，你看。 因大家都有咯，无可能抢唔无啦。错啊。好好输定，我唔记得你迄安东永远嘅吹奏。行李，出动！加油，加油！哇，做了，做了，加油，做了，加油啊！ 头啊！
you can play like that in a future game. I will.有什么意见？这场完了，我就要定12人名单了。我觉得带上林童，进4强的几率会高一些。来，妈，这脚会修好的，身上迄温都歇困。唔怕啦，今本日我本身上看咧，先生讲，我去创康，比去上去汉卡好。今本日送去你们呢。哎呦，还有汉门客厅，要本日先到。会啦，几十男总经人都本圈粉咧，今本日抵么？唔要抵嘅。我妈妈的鸡片还有冻冻人种的好么？啊，痛我？也唔嘅。妈，来出去走一下。我做暗掉啊。妈，你够带设计总来哦。喂，药检没过，不可能。